参赛者，她是我们第几届的？第一届的什么？公主。哇，我们第一届的公主又再来参赛喽！那么接下来欢迎我们今天的4号参赛者康雪儿。4号康雪儿是康一雄以及蔡惠美姐妹她们所生下来的结晶。这个女儿呢，相信养到这么大很不容易，要生得这么美也更不容易哈。là kama là kina Yamajawai Maria Adao Tiakan di Lavos Ku vuvu ualai di Andusan Ku vuvu wawayan di Lailai Ku kama di Tanupa Ku kina di Izu玛丽，好的，接下来是才艺的部分。我是曼奈蒂雪儿小姐。好，谢谢雪儿的才艺部分。好，想必她应该还很有，就是非常的有经验，因为她有参加过第一届的选拔。是的。那你现在还很紧张吗？好，虽然有参加过有经验，但是还是很紧张，没有关系。接下来我们要考你的问题。全世界最难的问题，我看一下。哎呦，非常简单的问题。本村重点部落共设几座孤堡？共设几座仓房？3个。3座，请问一下，怎么去？这3座一定有它的体型之分。它的名称是，就你所知，在这里。是勇士。哦，大声一点没有关系，我们不能是标交话。请问那个是？勇士。勇士居那一栋呢？来。的确，百合屋，喂，百合屋的确他已经答对了，只是我刚刚有一点一定要再挑难一点，就是到底怎么那个名称是什么哈？他已经答对了，3座的确是3座古堡。那我们谢谢雪儿，谢谢，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，谢谢我们的雪儿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欢迎。